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Red，想同大家分享咧喺關係入邊逆境轉身嘅一個故事啦。咁就係我同我爸爸嘅關係。我同我爸爸咧，我覺得咧自細咧就好多即係衝突嘅嚇，我就好多嘢都唔滿意佢嘅。咁主要原因咧，因為我覺得佢對我媽媽唔好啊。咁我就企咗喺媽媽嗰度。而當媽媽同阿嫲即係婆媳有糾紛嘅時候咧，爸爸咧係往往係偏幫阿嫲嘅，咁所以咧我更加覺得我要幫我媽出頭啊，咁要保護阿媽咁樣，咁自細就形成咗咧對爸爸一份咧好大嘅抗拒同埋否定，覺得佢大男人啦，覺得佢唔體諒媽媽啦，覺得佢一啲都唔愛我哋啊。咁咧，漸漸咧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咧，我嘅呢個內在嘅叛逆咧就更加強烈啦，係對爸爸非常之不滿嘅。但係咧，我係表面上一個咧乖女啊、乖孩子啊、乖學生，即係唔敢忤逆嘅喎。咁只係心中咧暗暗咧就落咗一個決定，好啊，你咁樣嘅一個爸爸，我就唔會滿足你對我嘅期望，所以咧。佢想我做嘅嘢咧，我就偏偏唔做嘅。咁亦都當然進一步令到我哋嘅關係係惡化啦。咁結果咧喺我成年之後咧出嚟做嘢啦，我就發現哇，原來嗰個影響好深遠啊！因為咧我同異性嘅相處或者係建立親密關係嘅時間咧，都係好多困難，因為我會將我對我爸爸嘅埋怨啊、批判啊投射咗喺男性嘅身上。咁直至到10幾年前咧，我就發現我需要處理我心中嘅傷口。咁走上咗一個咧認識自己啦，甚至療癒自己嘅一個咁嘅過程。咁慢慢咧就睇到咧，其實我爸爸咧係一個好難得嘅好男人嚟嘅。佢好顧家啦，佢好負責任啦。佢嘅所謂嘅固執啊，或者佢嘅大男人嘅部分咧，正正因為佢好想去保護我哋，而佢唔識得表達嗰份愛咧，從來都係喺度。咁所以我就同爸爸嘅關係咧，就慢慢咧係破冰啦。咁一步一步去修和，我亦都唔再去要求我爸爸成為我心目中嗰個好溫柔啦、好慈悲嘅男人。呢個過程對我係有好大嘅學習。我更加認識自己啦，更加認識爸爸，甚至更加明白男人。而最近呢，我爸爸咧係突然間離世，咁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。幸好因為我修和咗同爸爸嘅關係，喺過去10幾年咧係同爸爸係親近咗好多，所以咧我喺處理後事嘅過程當中咧係感覺自己係有力量，甚至乎係好感恩爸爸為我哋呢個家所付出嘅一切，亦都好衷心咧係祝福佢咧係安息，係揾到佢另一個圓滿之路嘅開始。咁亦都嚟到呢一度咧，我都係好想咧係同大家講一句，如果可以嘅話，請你都俾自己去面對翻同父母嘅關係，可能有好多嘅傷痛，可能需要好大嘅勇氣，同時咧呢一個去幫自己療癒，幫自己去揾翻愛嘅力量，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值得去做嘅。到最後咧，我哋唯有係揾翻愛，我哋先有真正嘅內在嘅平安，以致我哋嘅生命咧係真正嘅去圓滿。祝福大家！